来看台北市为8月15开始，若准抓到乌白漂本数单分头要加重处分，本地是罚1200块，要有关到3600。有市民讲真支持，不过嘛有人批评讲，无配套就当罚，实在无妥当。我想要伫台北市了伤侪次，都要注意讲，莫因为迄无啥，就要去做歹。民众黑白等本数也是等分头，破坏市容，阁增加清洁队员的负担。台北市环保局讲，对15开始，黑白等本数包本地是罚1200起跳，即嘛提悬到3600，黑白等分头嘛同款，会罚3600。有民众支持，但是嘛有民众讲，要实施这也无配套。好啊，那无罚愈多愈好啊。所以你讲提悬会当吼环境更加清气。对啊对啊对啊。你要设置一些让人家丢烟蒂的地方啊。现在垃圾桶很多丢烟蒂的盒子都没有了，那我们要丢哪里？另外，罚单起价还有污染地面提悬到2400，带狗出来散步，但是无清伊的狗屎石是3000起跳。针对民众批评讲，根本就无配套、无提供，但分散的所在，环保局讲毋是无配套，提起行为人要负责任。我们的行人专用清洁箱旁边都有附挂烟蒂盒，如果你没有地方丢，你应该把烟蒂熄灭后自己带一个包包袋子自己带回家。另外，狗屎若无扣会罚，但是即马连狗仔若凊彩放尿敢嘛会罚。环保局是建议饲狗的人，身躯顶是加准备一罐水，狗仔放了会当来冲，维持环境的清气。环保局讲，15开始会直接罚，袂甲可控，相信提悬罚则对想要违规的民众有甲吓惊的作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